因为较真的人愈来愈多，未少保险公司的服务保险单拢总唔敢告卖啊。有的保险公司干那受理4月20进前的保单，而且干那限跟公司的业务员投保的才有受理。啊，若是加这个保险的经纪人直接的，这就无受理。这有投保的人真生气，加民意代表陈情。啊，那金管会是表示讲，会搁加保险公司沟通。 保险公司路口摆真侪人，这是进前买防疫险的卫兵。不过，较真正变侪，互保险公司的防疫险拢经发动起来。到上尾啊，嘛是有较人收单。啊，今麦所传出，有保险公司因为买保险的人收过侪，讲受理4月20进前的保单，而且敢若限制甲家己业务员买照算。若是甲保险经纪人直接，安尼就无受理，互真侪保险员拢骂这是差别的台区。 他这一次针对富邦业务员的一个差别待遇，他就是罔顾了其他所有的从业人员跟他们的客人的一个权益。同款拢是保险公司的防疫险，所以因为申办人员身份无同，有无同的对待，这对投保民众来讲无公平。高雄因为小说出现真侪这类的投保故事，拢来甲民代တင်情，所以今仔日特别召开记者会，希望金管会会当斗相共瞧一下。不能够因为说富邦保险业务员或者是说保金的业务员管道不一样，就产生差别待遇啊。其他通路的部分，他在发布新闻稿之后，其实我们局里面也有提醒公司的。较真人数一天比一天多，防疫险一定是全民关心的议题。若是无讨论出双赢的结果，这防疫保单之乱，伫咧短时间内应该无要紧收煞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